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已经讲到了，就是57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讲到说，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形象。那也特别呢，就是讲述了说，为什么要放以离分别呢？还有说，不错乱呢，这两者的内涵是什么？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到这边。就是之前呢，我们在讲说，就是一个现前呢，它是如何升起的呢？就是以我们来讲说，正得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就是一开始呢，我们透由就是文思修里面的文慧呢，然后听闻到了就是声音是无常。那一开始听到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那我们最早呢升起来的是一个视察意。那升起了视察意之后呢，然后不断的去思维之后呢，然后去由思所成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思维之后呢，然后最后呢升起了就是比量去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升起了量，就是一开始的视察是，然后呢视察意呢，第二步骤呢透由在的思维，然后现起了比量，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透由量通达了身世无常。那透由比量通达了身世无常之后呢，那由着比量的这个相续呢，就是在觉知呢，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去对于身世无常这一点呢，不断的去做思维，然后还有是串习，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因为都还是属于分别知去了知身世无常的部分。那为什么说是由分别知去了知身世无常的部分呢？因为从一开始的视察意，然后到接下来的比度呢，以及说后面的比度所升起的，就是比度第二刹那之后所升起的这些在觉知呢，都是属于透由意共相，就是和意共掺杂意共相的方式呢，然后再通达身世无常。那透由这样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思维呢，那就是在分别之通达身世无常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心绪里面并没有一个能够通达身世无常，就是它本身志向呢能够现前的这种方式去了知声音是无常。那我们透过这样不断的思维，然后在我们心绪之中，什么时候能够升起，就是对于声音是无常这个志向能够现前通达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才是升起现前，也就是我们第一刹那证的透由限量呢证的声音是无常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呢，就是在以就是道地呢来做譬喻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就是五道十地的时候呢，那我们先从小乘道来讲好了。就是小乘道呢，在一开始进入资粮位的时候呢，那小乘道呢，它最主要就是以声闻道来说，它最主要呢就是它所修的呢，或者说它所要证的呢，就是像我们讲的说人无我也好，或者说像是无常，或者说是地呢，那无论说是哪一个都可以。那当然呢，就是以无常来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祖师呢是说呢，就是尚未进入声闻乘之前呢，要先证得无常，就是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呢，这个应该是没有骗的。那我们就以一般的这种说法来说的话呢，就是小乘的行者呢，他在进入了资粮道之后呢，那他最主要他的所修呢，就是以人无我、无常以及像是四谛呢为他最主要的主要修持的境。那他在修持无论是无常或是人无我，或者说像是四谛的时候呢，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先透由就是闻慧，就是先听到了所谓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人无我，然后什么是四谛，然后透由这个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呢，那这个听到的这个闻慧呢，就是属于就是视察意。那有了视察意之后呢，那他透由不断的去思维，内心之中不断对他所听闻到的这个道理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思维，然后乃至于去观察，然后这个思维跟观察的过程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说是在资粮道跟加行道的时候，那等到呢他透过不断的思维呢，然后能够证得，就是由第一刹那能够通达，就是能够通达无论是人无我，或者说是或者是无常，或者说四谛呢，不论是通达哪一个呢，那他只要能够通达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表示说他已经是透由量证的。不过一开始的这个量呢，是所谓的比量，就是他有比量呢，能够证得了，就是人无我、无常以及四谛。但是呢，他这种通达或者说他这种证得的方式呢，跟我们眼睛看到瓶子的这种方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种方式呢，
就是无论一开始的视察支或是现在的比量正德呢，它都是透由分别支去正德。那分别支正德的方式，或者说分别支通达的方式呢，就是掺杂的异共相去通达的方式。那它在第一刹那呢升起了比量之后，那比量的这个相续呢，就是比量的第二刹那开始呢，那也就是所谓的在觉支。那这个时候呢，也都还是属于分别支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它在透由这个时候不断的去串习，然后到最后，它什么时候呢能够现证？那现证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对于人无我，或是无常，或是事谛的通达呢，就像我们眼睛直接看到瓶子这种方式通达或是了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称之为叫做现前通达，那也是一般我们说的是现量。那什么时候能够现前通达所谓的人无我、无常或是事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进入了见道位。那进入见道位的第一刹那呢，那也就是他从凡夫转变为圣者的时候。所以我一般说见道的时候，就是你什么时候是内心绪之中升起见道位。那升起见道位的差别就是你什么时候对于你所要证得的这个境呢，你能够透由现量或是现前去通达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升起？就是你从凡夫转为圣者。那这个呢，也是圣者跟凡夫之间呢最主要的一个分界点。那以大乘来说的话呢，那大乘呢，其实最主要的所修呢是空性。那所以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他进入资粮位之后呢，或者说在资粮位之前呢，他先听到了就是关于空性的道理。那一开始听闻空性道理的时候呢，是我们讲的闻慧。那闻慧呢，也就是视察意。那同样的呢，视察意呢，它也是属于分别支的范围。那等到他进入了大乘资粮道之后呢，那无论说他是在资粮道，或是说在加行道，就是能够透由比度证得空性。那我们以加行道来说好了，就是当他在加行道能够透由比度证得空性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思所成慧。你什么时候有比度证得空性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从闻所成慧呢，转为了思所成慧。那第一刹那呢，第一刹那证得空性的这个比度呢，是所谓的就是讲的比量。那等到比量的第二刹那呢，第二刹那就是比度的第一刹那是属于比量。那它从第二刹那开始呢，就是沿着这个相续呢，就称之为是在觉支。那就如同我们刚才讲小乘的一样，它从一开始的闻慧，然后到升起了比量，然后乃至于说比量的第二刹那开始就是比度的在觉支，这些呢都是属于分别支的范围，这些都是属于是分别支。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又分为是暖、顶、忍是第一法。但无论说我们在资粮道，然后乃至于说在加行道的暖位、顶位、忍位是第一法，这所有的过程呢，全部呢都是分别支的范围里面。那所以这时候呢，虽然说他在加行道就是透由思所成慧，就是透由比度第一刹那证得空性的时候呢，虽然说他这时候他已经通达了空性，证得了空性，但这个时候证得空性呢，他是掺杂着异共相而证得空性，他并没有办法像就是自相，就是我们像眼睛看到瓶子这样的方式呢，去证得空性。那虽然说我们知道说空性呢，它不是自相，它是属于共相，但这边就讲说，我们在讲说能够限量证得空性呢，就是它的自相能够，就比喻来说，就像我们能够自相显现，就像眼睛直接看到瓶子这种方式显现。但是在这个时候呢，都还没有办法。那什么时候它才能够透由限量证得空性呢？就是它在是第一法的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在是第一法最后一刹那还是属于分别支的范围，但是等到是第一法的最后一刹那，然后等到它转变为就是见到第一刹那的时候呢，那它到见到第一刹那的时候，它通达空性呢，就是透由限量，就是现前呢去证得空性。那现前第一刹那证得空性的这个时候呢，称之为是限量。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它就是能够现前就是限量证得空性，就如同虽然说空性它并不是自相法，但是
我们会比喻说，这时候呢，它证得空性，看到空性呢，就如同我们用眼睛看到瓶子一般，就是以志向的方式见到空性一般。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从凡夫转为圣者。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圣者称之为圣者呢？他超出于凡夫的地方，就是对于他所要证的最主要的这个法类的内容呢，也就是空性，他可以透由现前的方式，就像我们眼睛看到瓶子的方式呢，直接证得，以此超胜于凡夫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圣者。那这个时候呢，第一刹那就是限量证的空性的第一刹那呢，就是进入了见道位。然后这个时候的限量呢，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说限量呢有分为3种。那这个时候的限量呢，它不仅仅是限量，而且呢它是属于瑜伽限量。那同样的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声闻道呢，他们在第一刹那就是见到证得，就是现见。无论是无常或是无我，或者说像是四谛的时候呢，也是透由瑜伽限量呢，去证得了他们的所证。所以呢，为什么会说限量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当你什么时候能够透由现前或者说限量呢证得空性或者说无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能转为从凡夫呢转为圣者。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课文，就是不再引申太多。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最主要是讲到说，以离分别且不错乱呢，是现前的性相。那在讲到说离分别的时候呢，这边所谓的离分别呢，就讲到说它不是分别的意思。那就提到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为了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厘清一些错误的地方呢，所以他就提到说呢，在讲到离分别的时候呢，是离开，就是不是这个分别的字体，就是我们在社类学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它的字体、繁体等等的。那字体分别的字体就只提到说和分别为一的这个分别。那有人就说讲到说这个离分别呢是离开了分别的这个字体。那就有人回答说，那这个呢应该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说离开分别的字体呢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像分别的别相，就是社类学有提到总相跟别相。那分别是一个总相，那它的别相呢，我们知道说，只要是这个东西的别相的话，它一定要是 A 的别相的话，它一定要是 B， 它一定要是 A。所以呢，分别的别相呢，它是分别，但是呢，你如果说是离开分别的字体的话呢，那分别它的别相，它也离开了分别的字体，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成为这边我们所讲的以离分别。所以这边以离分别的分别呢，并不是讲到说分别的字体。那同样的呢，就是在一些辩论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这个以离分别的分别呢，是提到说和分别的值呢，就是要离开分别的值。那这里呢，也提到说，离开分别的值呢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说离开分别的值呢是不正确的呢？因为就会提到说，分别它的质证分呢，就是分别的质证分呢，它虽然是离开了分别，但是它跟分别的值呢是没有。它跟分别的值呢是一样的，并不是相异的。因为你只要提到说离开分别的值的时候呢，就表示它跟分别的值呢是要相异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任何一个心法，它的质证分呢，一定是跟它本身呢是属于值一，不可能是值异的。所以质证分它本身呢，就提到说分别的质证分呢，它本身是以离分别，但是它并没有和分别的值呢是相异的，因为呢它是分别的质证分的缘故，所以它和分别呢一定是值一的。所以呢，就是透有就是以上2种提问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离分别呢，并不是指说离开分别的字体，或者说呢，并不是说离开分别的值。那所以这边讲的离分别呢，就是直接它的意思呢，就是直接讲到说不是分别的意思。这里讲的离分呢，就不是分别。那只要提到说不是分别，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哦，那它只要不是分别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它不需要透由声共相或是异共相呢的这种方式呢去趋入于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所讲的离分别呢，就是提到说不是分别。
那这边呢，就是可以加上说，我们上一堂课呢所补充的，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说，我们离开我们的锁断的时候呢，就是对我们所要断除的这一些锁断呢，我们一般讲说断除锁断的方式呢，就是离开锁断的方式呢，就是提到说心绪之中呢没有这个锁断，或是心绪之中呢已经离开不具备这个锁断呢，然后叫做离开这个锁断。但是呢，这边讲的以离分别呢，并不是讲到说心绪之中呢没有分别，或是心绪之中呢不具有分别这种方式呢，叫做这里的以离分别，而是这里以离分别呢，就是直接讲的就是不是分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以离的意思呢，跟我们离开锁断的意思呢，这个离呢是不一样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不错乱。那不错乱呢，就是提到说它所显现呢，跟它所具备的意义呢，这两者是相符顺的呢，叫做不错乱。那在的士法王跟敦珠大师他所造的对于量学的解释里面呢，就是有提到说离开呢，就是错乱的四因呢，离开错乱四因呢所产生的就是所谓的不错乱。那第一个错乱的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所依有过失。那所依有过失呢，就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眼根有过失的缘故呢，因为眼根有一些异障或是等等的这些翳疾啊、翳病等等，就是遮止眼睛，或者说让眼睛产生一些病变的这些疾病的时候呢，那让眼根产生了过失。所以我们的眼根有过失的时候呢，在看月亮的时候呢，会把一个月亮呢看成两个月亮的这种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所依就是有过失，就是眼知的所依，眼根有过失的一种所依有过失而产生的错乱。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镜上有过失的缘故呢，而产生的错乱。那什么叫做镜上有过失呢？就比如说呢，我们手上拿着火把，或者说拿着烟、拿着香，那我们手呢就是快速转圈圈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火把呢看成像是火圈的样子，或者说呢那个香上面的那个火呢，我们会看成就是火圈的这种样子呢。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火圈，它只是火。但是因为我们手快速转动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眼知呢会把它看成火圈。那这个时候的过失，并不是来自于眼根的过失，而是镜上过失的缘故呢。所以因为镜上而产生的错乱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是镜上的过失。第三个过失呢，就是透由我们所安住的地方呢所产生的过失。那以过去来说呢，就是说比如说坐在船上的时候呢，那船呢顺流而下的时候呢，那会看到说就是四周的这些风景，像是树木啊等等呢，就是快速离开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像是那些树木在动。那以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比如说像是坐在车子或是火车上的时候呢，那虽然说是我们的车子在动，但是我们眼睛看出去的时候呢，会觉得说是好像是外面的树在动，或是房子啊等等在动。那这个呢，就讲说透由处所呢，就是我们所安住的地方呢因为安住地方的缘故呢所产生的错乱。第四种会错乱的原因呢，就是透有等无间缘的关系。就比如说呢，我们内心升起了非常强烈的嗔心，然后让我们的心极度的不平静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因为你嗔心很强烈的时候，然后你可能会把外面的一切外境呢都看成红色的。那虽然说外境它并不是红色的，但是因为你强烈嗔心的缘故呢，导致你所看出去的东西，你都把它看成红色的呢，那就是透有等无间缘呢所产生而让自己产生的错乱。所以呢，就是以上呢就想要说四种呢会产生错乱的原因。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要说，所谓的呢不错乱呢，就是不会透有以上四种原因呢，然后导致说我们把是看成不是，或者说它本来并不是这一种的存在方式，然后把它看成了如是的这种存在方式呢，由此产生的错乱。所以就是远离以上四种过失呢，然后才称之为是不错乱。那当然，这以上四种是属于我们说字面上的解释的一种方式，它并没有周遍。那如同就是跟敦珠大师呢所讲的，一般就是克祖杰大师呢，他对于释量论的解释，就是除一案论里面呢，就是也有提到类似的
就是也有提到类似就是相关就是要远离这4种过失，然后还是所谓的不错乱。那就是对于说藏系呢，他们就是专门在学释量，就是专门在学量论的这些学者里面呢，那就以萨迦班智达、贡嘎讲称来说的话呢，就是萨迦班智达呢，他承许现前为量的原因，最主要承许现前为量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现前呢它是不错乱的缘故呢，所以因为它不错乱的缘故，所以把它安立为量，那这是萨迦班智达他安立现前为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依照就是萨迦班智达他所造的量论解释来看的话呢，就会变成说，只要现前的话呢，就一定要是限量。就依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就变成说，只要是现前的话呢，它就一定会是限量。那乃至于说呢，他在解释就是在觉知的时候呢，他会提到说，只要是在觉知呢，它一定是透由思维，就是它一定会透由想而升起，所以只要是在觉知呢，它就一定要是属于分别。那所以同样呢，如果说承许限量，现前一定是限量的话呢，那就不会有又是显而未见，然后又是现前的这种觉知呢，就不会产生。那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所学的呢，就是稍微有一些出入。不过呢，就是以我们至中来说的话呢，最主要还是承许就是贾朝杰大师所著的，就是释量论的解释里面呢，那贾朝杰大师呢，他是有提到说，现前呢跟显而未见呢是有交集的。那同样的呢，现前呢，它跟在觉知呢也是有交集的。所以呢，我们主要是以就是贾朝杰大师的论著呢为我们的依据，所以这些呢是我们所承许的，就是至中呢所承许的部分。那最后面呢，就提到说，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那为什么要特别在上了知呢？就是提到说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属于就是心类。那为什么说它是属于心呢？因为如果说我们以导师释迦世尊来说的话，或者说以佛圣者来说的话呢，那佛圣者呢，它本身是以离分别，因为它并不是分别，就是无论是导师世尊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佛圣者，那同样的呢，佛圣者他们呢是不会有任何的错乱的。但是我们并不会把导师释迦世尊呢说他是现前，因为呢他的体性呢并不是心的体性，并不是在我们这里讲的明切了知的这种体性。因为我们知道说导师世尊呢，我们是把它归类为普特伽罗。那既然是普特伽罗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不相应刑法，所以它不可能是属于心法。所以最后面为什么要把现前的性相呢加上一个了知，就表示呢它一定要是属于心法，所以才会提到说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以离分别呢，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是现前的性相。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和现前这两者呢，是属于同义的。所以呢，他们只要是 A 呢，就一定会是 A 呢，就会是 B， 那是 B 呢，就会是 A， 那有 A 就会有B， 有 B 就会有 A， 就是它因为同义的缘故呢，所以它一定具备着就是同义的周遍八门。那这边呢，就是讲到现前的性相。那接下来呢，就是看到说限量的性相。那这边就想要说，那前面呢以离分别呢，且不错乱呢，就是和现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它前面以离分别且不错乱呢，是提到说现前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提到说量的性相。那量的性相是什么呢？就提到说心的不欺狂的。那所以呢，把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和心不欺狂的了知呢，就是这两者有交集的这个呢，就称之为叫做限量。那这边呢，我们就稍微的就是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量。那这边就提到说量呢，它就是要具备心不欺狂的了知，所以知道说量呢，它具备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心，那第二个呢是不欺狂，那第3个呢就是了知。那我们这边只是概略的讲一下，因为之后呢就是在后面2种分类提到说量和分量的时候呢，那
量和非量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更详细的解释。那这边呢，先提到说，就是限量呢，它具备3种条件。那第一个呢是心，第二个呢是不欺狂，那第三个是了知。那了知呢，就如同现前一般呢，这边了知就是说它的体性呢一定要是心法，所以呢，这是属于是了知。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一个部分提到。就是心还有不欺狂的地方呢，其实是提到说量呢它的作用。那什么叫做心呢？心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量来说，它对于它的境呢，一定要是心正得的，第一次正得或是心正得的，并不是透由自己能够。并不是透由前面的这种意识能够想起来，或是其他的心法能想之后呢，然后才产生的这一种正得的方式呢，并不属于量的正得的方式。量正得的方式呢，就一定要心。那心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第一次正得，就是它不需要依靠的其他已经正得过的一些心法，然后引出它的缘故，它是完全能够透由自力，对于这个境呢，能够完全心的了知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心，也或者说第一次正得。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不欺狂。那就是第一个心呢，就提到说最初正得，所以称之为心，就是一开始正得，最初呢或者正得呢，称之为是心。那不欺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对境呢，他对于自境呢，他是能够兼顾的了知，或者说他是能够决定正得的，并不是这种不决定，就是犹豫不决的这种方式。因为呢，我们在后面呢提到四察意的时候呢，那在四察意的定义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心这个字。但是呢，四察因为它对于它的对境没有办法决定的缘故呢，所以它没有不欺狂的这个特性在，所以四察意呢，它没有办法成为量。所以呢，这边讲的不欺狂呢，就是他对于自境能够坚定，或者说他对于自境呢能够决定，能够就是通达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不欺狂。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关于量呢，就是提到说它一定要具备这3种条件。那第一个呢，就提到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呢，心还有不欺狂呢，就是提到了说它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呢，它对于自境呢是要能够最初正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正得了对自境之后呢，或者说他对于自境他是要兼顾的，兼顾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对于自境能够通达或是决定，并不是像犹豫那一种是这样还是那样，他并没有这样子的区别，而是对于他自己的境呢，他能够产生决定或是兼顾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不欺狂。那第三个了知呢，就提到说它的体性，就是量的体性呢，并不会是摄法，也不会是不相行法，因为呢，它要是了知。那既然是了知的话呢，就表示说它一定是属于心法。关于限量的性相呢，就提到说它具备2个。第一个呢，就提到说，既然提到说限量呢，就是具备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那这就是现前的，就是它是属于现前的部分。那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属于量的部分。所以限量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呢，它就是现前和量的交集呢，就是称之为是限量。那我们举例来说呢，就是什么是限量呢？那就比如说直凭眼知的第一刹那。那直凭眼知的第一刹那呢，它就是它为什么是限量的？那第一个呢，它具备以离分别。为什么它以离分别呢？就是因为它证得平直的时候呢，它是直接去证得的，它不是透有分别。那分别的证得呢，就是我们讲的，它是要透有异共相掺杂的异共相去证得的这一种呢，是称之为是分别。但是呢，就是直凭眼知呢，第一刹那，它在证得平直的时候呢，它在看到平直的同时呢，它就已经证得了平直，它并不需要依靠着异共相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以离分别。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第一个呢，因为它以离分别，因为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分别之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平直的志向的，它一定要依靠着异共相呢，它一定要显现着异共相呢，才有办法证得，它并没有办法显现平直的志向。那第二个呢，它是否是属于不错乱呢？那是的，它是属于不错乱呢。为什么呢？因为就如同直凭眼知的第一刹那呢，它显现的平直跟平直存在的状况呢是完全相符顺的缘故呢，所以它具备第二个条件呢是不错乱。第三个呢，就是直凭眼知的第一刹那呢，它又符合了就是心的这个
条件。为什么是心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它是直平眼支的第一刹那，就表示说它之前呢是没有证得过平直，或是它之前是没有看过平直的缘故呢，所以呢，因为是第一刹那的缘故呢，所以它符合心的这个条件。那接下来呢，它也符合不欺狂。为什么它符合不欺狂的条件呢？因为呢，直平眼支的第一刹那呢，它在证得了平直之后呢，或者说它在了知平直的时候呢，它对于它这个境呢是坚固的，它并不像怀疑一样，这个到底是不是平直，它并没有这种犹豫的状态，而是它证得平直之后，他见到平直之后呢，这个境对他来说就是坚固的，所以他符合接下来第4个条件呢，就是不欺狂的这个条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符合了知的条件，就是呢它的体性。我们知道说限量它的体性呢是属于了知，因为我们知道说限量呢它并不会是属于设法，那也不会属于不相应刑法。因为如果是不相应刑法的话呢，它要么就是属于补特伽罗的不相应刑，要么就是不属于补特伽罗的不相应刑。那这两种呢都不具备，而且呢它本身是具备明且了知的这个特性的缘故呢，所以它也符合了了知。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直平眼支的第一刹那呢，它是完全符合限量的。那所以呢，我们以后呢就可以知道说，讲到限量呢，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具备了以离分别、不错乱心、不欺狂的这种了知呢，就是所谓现前的性相。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